用台语学汉语第22集。拉，简单的一字，是吧？讲运的运切，罗合切，读立，入声字哦。说文解字讲是喙野，气势是毋是和现代中文无共？喙科立手，原来这个立也是喙的意思。所以现代中文的小手拉小手，台语无安尼讲，咱讲牵。强制力较强的力，台语安怎讲？台语讲的扭，两字互你选，一字的解说是手立呀，一字是手夹。无人会拣手夹这字吧？但是这就是教育部拣的字，真正毋知因在想啥。扭这字应该有两个音。说文解字讲是将手由声，手立也，照安尼意思应该读扭。正韵讲是折也，折就是拗，拗实折毛，扭大扫，拗长，共一字。顶一集讲的教话，言语无咧分教部，爱写口字旁这字教。用言语强词夺理，写做这字拗吗？硬拗，无言语旁吗？言语毋是物件，毋是竹仔，如何拗呢？和言语有关系，用这字拗。讲运讲是不孝义，义是春秋即句。后朶先王，败子据典。白贼，讲话无老实，台语讲白贼，和白色有关系吗？无，和言语有关系。看立是春秋即句，潜有白贼卡乃之人，无所篡其奸也。白贼2000多年前就有人安尼用啊。白照韵切音爱读做白。白贼，落雨的落，音落，物件落落，搁一个音落，就这两个音，有漏这个音吗？无，无就是无。绕台语讲新闻，用落雨的落，落台语，台语落去啊，是讲英语报新闻吗？专业的文字语言工作者，即款的用字水准。绕台语安尼写好无？大家知影我咧开玩笑啊。即马咱拢了解，和言语有关系，就甲木字旁即个绕改做言字旁，绕台语安尼写。说文解字讲是连绕也。绕这字的字根有真侪意思。一韵讲是意也，意台语习惯讲扭。诗经即句，自由以上，不义不有。绕就是扭，甲茶扭做伙，就是绕仔厝的绕；甲英语扭做伙，就是绕英语。绕人来有别字吗？就是扭人来啊，这字绕。若人感觉爱有手，才绕有人，加手字旁也可。说文解字讲是扭我的意思。这字毋是中文讲的路遥的路吗？嘿啊，迄是现代中文乱语，台语无安尼讲，台语讲腰揽落。绕烧水当然嘛是安尼写，无可能用教育部讲的这个落烧水、落烧水。落是水流着，还是无去呢？真正拢咧乱语。冤家，教育部讲吵架安尼写，你讲有冤枉无？救人哦，冤枉啊，大人。冤家安尼写，言语上的无拄好，拢有言字旁。两人偷讲细声话，
讲文讲事处气，台语讲凄凄楚楚，说声话嘛是有言义名。整理即集介绍的字，为着要讲老台语的老，先讲到立酉，搁言语上的后是无法度用拗的，白贼的白，老人来的两个写法，漏烧水的漏，吵架的冤家，讲细声话凄凄楚楚。言语上往来的用意加言义名，大家有体会无？